大家好。13号。日本日拄拄好，就是正月20，正月20是嘛嘢？天传日。哦，天传日吼。今朝呢，主要咧机会，大家来讲一下诶，做嘛会有咧天传日？天传日，吼，伊老一个神明有关，遐神明像咧。无用，人家讲诶救天贤。他讲人对嘛个特别充公司。过年。对过年特别充实，从正月初一，哦，到了元宵节，元宵节是哪样子？元宵节是正月15，讲到正月15。当正月15的话，哦，我有嘛个发通？瓜子是正月16，哦，正月15啊，还有呀？啊？没不用哦，娘料。啊，庙里只有娘的，就系帮料，哦，系帮料。他讲完过年吼过当朝，正月15一般过完以后到结婚日，结婚日系正月20，他讲伊有按到天传日，啊到结婚日过年才算结束哦，哦，一两番，好，还早。天传日两日呢，大家都要表睇下条路，哦，特别伊迄入面嘅表了嘅哦，不论你三方做事，唔是伊咧，不论你嘅种菜嘅了完嘢，啊你嘛了田船，哦，唔是做事，做啲持有，喺入面我哋写重要回啦，好啊，唔知道好啊，做得咯，哦。冇一講下嘢咯，比較經驗啦嚇，會重要嘅下嘅。過一年以後，睇到咗恢復正常嘅工作，到新嘅一年度嚇，彼此家嘅前途來打拼。我哋講開講，當久以前，萬年開天闢地，盤古，有啥個盤古？開天就有誒山，係嘛？哦，還有草誒。還有雕鼠蟲，唔過冇乜嘢，冇嘢咧，叫什麼有嘢咧？只有啲山川草木，哦，雕鼠蟲冇嘢，冇嘢咯，好。咁嚟乜嘢做嘢咯？係講哪嘢？啊，乜嘢我看到誒？冇人看到誒，然後佢就用乜嘢嚟做嘢？看埋啲嘢。用哪個？啊？用奶，對，用奶哦，唔係用水哦，用奶嚟做麵。係啊，用水嚟做麵。好，而且做咩？再來。樹樓。腳，哦，樹樓腳係用嘢，佢都當經驗。唔過。年千蚊要誒？是嘅。佢唔買用行咧在建造業啦。啊，建冇做業啊？唔做業都曉得嚟啊。人唔買講誒唔捱 take care 咧，捱 take care 咧，唔買用嚟做嘅，唔講哪嘢？因為你們要誒小菜，不說唔買用都發明人家支出，我哋買啊？很多婚姻支出，係誰來老？結婚咋？係用生意咧，你係有人係十條講出來嘛？唔係用嚟來？阿爸咪叫唔啦嗬，唔係成啊，叫唔出來，唔咧？哦，唔係嘅。啲學班入咗來啊，一唔用就出來。啊，唔咧？窮不窮要嚟咩咧？哦，嗰時候一婚姻制度以後，哦，就會有結婚就會用生意，就一胎嘅傳言下去，睇邊唔會太唔愛結婚嘛？就是要唔愛結婚嘛？冇結婚嘅話，可能當然佢都切掉
再看哪里？无做做人类以后啊，本来讲好，但又表现上大，可能就哪个慢人都会上。是什么或者？哦，那个水神然后或者上大，水神然后或者都会上大哦。哦，天当个一直大都天来下，所以伊都会上大。天桥不来，然后诶，用如果咣，发生啥事情啊？来个虫。来，一只破诶哈，开仔难。好，再看。哦吼，天热好了咧，天热好了以后，应用干啥？发生嘛事情？开放。火烧山。破小山。火烧山。破小山。火烧山哦哈，哦，回到苏拿都火烧山了，还有。永出。天大。哦，天来下。天下。喷动落嘅。水。喷动落嘅水，哦，各位很多了苏拿都讲借出来方案。啊。愛嘅。個乖書，吼，乖書啦，雅書都有，呢邊都係語言嘅 T 用喺入邊。好，你睇下呢？後來，馬上看到係喺東南角，而東南角有幾多？你講解啥？用強辦來付錢。啊，唔係用強辦來付錢，而家有用強辦。用乜嘢沙條？荷包沙條。對，荷包咧，但係佢用色沙。有，我有乜嘢色？唔知做乜啦？紅色。紅色有啦。橙色。橙色。黑色。黑色。黃色。黃色。紅色，對吧？有五色嚟嘅嚇。或者再講落先棕色啦，要嚟知。紅色。黃色。橙色。紅色。黑色。按用來砌咧吼，來做咧吼，布田嘅工作，用十條。再看哪裡？後來啊，佢有留啲人富豪嘅田公會在咧，你吃嘅嘛？講古葉，行路行啲嘛站下來，腳，哦，係用田豬唔會落下來啊，哦，各位佢有留乜嘢教咧？五六，講五六有啲教嘅嚇，啊，按用來增流量引堆，好，再看哪裡？不錯呢，冇用都本喺我認同兼編，喺冇乜兼編都冇認對嘅，呢條都嗬做出已經成咩嘢咧？不錯，冇用啦嘛，冇用，有很多叫田用，一車的故事一車傳下了，比如咁樣冇用嘅開人睇的。佢布田嘅係哪年？長年20年。長年20年。很多嘛？田長年。就係結婚嘅，啊，當年嘅田長年冇用，除咗來看，哦，呢田有啲爛紅毛，嚟看下依。那香港人呢，感謝了冇用，穩陣。過年的時間，就已經先整咧一台床來幫啊。強辦係乜嘢色？黑色。沒啊，強辦黑色，強辦係乜色？黃色強辦哦，來擺設基礎。那銀行來的時間，你要做搶銀行，切到一堆搶銀行色，再來，過年的時間強辦上面是例如講結婚日、田長日，你強辦表按容易嚟會變重要啊？沒變到啱，對，會變到啱，因為容易變圓。有的人用整，有的人係用嘛？用剪或者用剖，就本土愛必爽了就出來哈。還有一般呢，然後剪過一田板娘的，就是娘，就是人不甜哈。入邊有當好食嚟買，而家唔講咩？講油嘴嘅。
啊，你买着诶，买吼。好，这种宜兰句一点吼，不舔球，吼，就是讲带慢一点。好。啊，这摆下日来人家咪下咯，客家有关嘅落古语言来，田船唔了做都是。田船唔了做都是。再来呀，要记啦。油葱无了了做田船工，油葱无穿总爱了田船。好，今日下日做标了一年吼，哎，还有一把咱们填诶，提了咯。好，今日所有大家从大家，安住先。